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无限嘅中间，佢哋共同嚟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嘅文化版啊！哈，本研究提供本研究也係寫作，也係了解客家白话语文嘅多參考。大家都會記得，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業，都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語、歌曲詞嘅用法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要有法圖、程度、正確圖等3度加挖項起來，才有法圖研究好些客家語同客家音嘅結構組合，希望教學客家語文嘅先生小知大家對呢方面加強嘅注意，使得咬字用語語音能夠分明清楚、好聽流利安尼哈。所以經常中鄉親大家多聽一個錄音來做參考，同時自己也來多看咯各位朋友呢，再來熟絡來讀看下先呢。所以客家白話語、客家文自然語言就會流利通順，同時能夠做一個非常偉大嘅工作，就是承接客家優美嘅語言安尼哈。所以今本日嘅一個本題喺度咧，也有講出下不同國家族群、地方、行業吧，語言文史、歌曲詞等等各有不同嘅文化喎，讓班來互相嘅翻譯交流，促進合作進步與發展，造福天下安尼哈。所以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了解。親像講建立個語文嚟講嘅時候呢，關於就講我的客家話，就講白話嚟講耶其他的呢就講也，南方講也，我就講家，關於是講他的另外一個呢講爺，關於就講你的，也客家話就講安尼哈。所以本文一字一語對照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本文這個客家西安白話語文的文化和研究，第二課客語同華語互相翻譯嘅飛程，喺度裡課文一字一語對照錄音，所以在此再重複講本大家嚟了解。不同國家、族群、地方、行業等等都有不同嘅語同文以及歌詞曲等等方面，為了通達意義嘅講法嘅意思同文章嘅意義，就要有翻譯嘅應用。翻譯係將一種語言嘅本意平衡轉移到另外一個語言，使得雙方能夠徹底了解發言者嘅用意是何在哪隻嘅。因此在翻譯可以分為口語在講嘅口語，講英文愛講客家話文譯呢就是用寫英文愛用寫客家白話文，以及書譯用書筆來問大家看安尼哈。文譯除喺上面所提平衡轉移，不得加有填詞以外呢，還要注意到習慣、風俗、文史方面嘅嚴謹性3方面兼顧，尤其在發音呢統一嗰要過渡真深咩語同文嘅素質，係本身不熟嘅語同文
它也将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事业、消化连篇等等，其他各种语同文呢使用也是相同的，所以在此将调查研究的资料呢，汇整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在个寡妇都里个呢是郭树强南西安的这里，同时在体育团里面就讲一个主要是讲给大家对书记的可能时间很长，但是可以利用一个时间来看看有意多位。从头下我讲5分41秒安尼以下呢就继续对体育开始讲。點頭，嗰一講點頭點頭是啱頭，啱頭，聽語漂亮，這個安靜。第三，抓緊，客家話都講鬧閒。第四，傳染人家就講傳染，司機。就利用機會嘅司機就普能也係講普曉就是呢，就從本嘅意思加上模式嘅普曉。第六閃電，關於講閃電咯，熱浪，有一個熱浪第七一個難道，個客家話就講陌生。難道不是嗎？陌生唔係第八，拜拜，就講創牙。第九，懸崖，就講邊講，冇就講砍頭，客家話講砍頭。第十，棋子那個家位，棋子就講捕鳥，冇就講家位安尼一個11實驗就講詞是按一個犀牛的犀加上倒步一個，但是文讀的時間呢，唔好講講實驗唔好講詞驗文讀的時間。第12，昨天就傳播昨日。第13，一個熬夜，關於個熬夜。一個西安這個樂呀，海陸呢這個樂呀西安這個樂呀第5省同第6省海陸同西安都相反。第14，白天的24頭一個第15，可憐這個財前的財用一下災難的災16，明天就天光日。第17，喝酒就飲酒，但是也過去人嘅結婚呢就講食酒就是喝喜酒的意思食酒。第18，老鷹妖婆19，諷刺就考試，一個寫詩呢，嚟到個韶山歌一讀韶安尼20，賽跑就互相腳賽跑嘅腳詩呢，可以做大家看文字裡頭所寫樣21，很快改講。第22，誇獎，稱讚，陳述，一個國術方面秦述。23，漩渦，一個菠蘿酒，冇種個酒菠蘿，個鹹呢就鹹喝一安鹹一個。有一個線呢，有頭拿蛋糕做到圈，這個24助理就是自首，兩隻手
两只手就是两只手哦，有两只这个按那个左里这个两只手鸡手摸住两只手两只牙就是父子两个人第25往往就天数，天也就是那个是就是注意一下莫想也莫会就是忘记就填标黑，填标黑也就是呢有3音，填标黑，填标黑，填标黑3音一个第27漱口就同在28孤僻那个人很孤僻就孤陋29可多，关于讲可多客家话讲怪娘妹那个妹是在那个连音字为了也妹那个，因为 M 所以用妹怪娘妹一个怪娘妹，一个30的面积假面积种鬼面好，30月江湖关于个江湖就是讲念东西的讲，30米脚筋，客家话脚跟，客家话都讲腳掌，一個33個手印這個香港34扭捏，那個扭捏就很尷尬，關於客家話都尷尬，但是客家話這個尷尬同關於個尷尬是冇相同關於尷尬是講一個扭捏的意思，按客家話尷尬呢有另外尷尬就是講對又唔對，唔對又對咁樣35悶熱這個烚熱36上面就蛋糕37那裡這個假古書講假機第38為做為嘅為假鉗39母雞這個假馬第40哭泣叫子客家話講叫子哭泣這個叫子41吹牛客家話講噴雞蓋安排普通整個胖雞蓋吹這個又講吹牛又安尼講42門檻的福鉗就是限度的意思43蟑螂就是黃賊蟑螂44下次就下一拜一個45個舌戰就是茶師技師冇減錢記紅了46幸好就好的47碰到就肚到48浪費就打賞49每次就是打敗我都講減敗嗰度都解釋50翅膀就一甲以上第一團有14分空6秒我接下來聽一團這個屁股就是4分50米吝嗇就是個壓產53引誘個想念54發瘋這個發電55努力就是個殺忙56神散就供嘅流量就是一個神仙佛祖一個下凡投胎下凡就講叫做供一般
一个北乡一般人民北乡啊，采用提供的供啊供啊，也有两种讲法啊哈。57，这么就安呢安呢，北部乡亲就安呢啊安呢，那个地是副词，前面是形容词啊啊。58，逛街啊，这个出街耶，出街耶，告诉人讲出街意啊哈。老街耶，老街意啊。第59，出发，讲过厝的话，仲啊了烧花，了烧花。60，道理，关于讲道理，大家头脑的道理，客家话都讲立马啊。那个61，那个国学，这个农行、顾客，谷子的客哈，那个客家话个农行，同这个米行呢冇相同啊哈。米行呢就是农国以后个吩咐呢，主要可以是个做米那个米糠跟顾客是不一样。那个农行是讲顾客，行呢是个米糠啊哈。所以那个翻译的译啦，同埋那个一个调的译呢，声音是一样啊哈。读音第26，不然就是摩土啊，土有3音，就是摩丘、摩土、摩鲁有3音。第63，女儿就是妹耶啊，过去讲妹姨啊，小妹耶，小妹是一般统称还唔成家语嘅，就讲小妹耶。第64，男儿是指谁来耶，谁来意啊，男子，个男子汉，那个男子汉过去讲。65，那里就是计价嘅啊，一个计搭白，北部乡亲讲计搭白。66，抱着的男人，这个等有3音，暖难等3音，闽南地方都暖啊，其他地方难等，北部乡等。第67，我的就是牙，我的就是等于牙，一个某种牙耶，是所有个啊。68，你的就是拿啊，哎，那个拿有2音，我就讲牙就是你的啊，这个所有个啊，所有件啊。69，他的可以是他的个牙有个夹啊，夹北部乡亲讲夹啊，夹就等于种爷啊。一个文字发音方面的呢，就讲用歌曲的曲，所以叫啊曲，鸡蛋就是他们啊，鸡蛋他们其实以为关于以为唠叨，按那个另外一种高度，但是闽南中产方面呢讲骨道啊。71，叹息就是拖叹，摩托紧沉声音的声。72，而已，一个而已，客家话就讲听安呢，听而已啊。南部乡亲讲安呢啊，歌手呢就讲安尼啊，一个台湾人讲安姨啊，听呢。这个用地用个叫词哈，那个地前面是形容词，副词前面是形容词动词啊呢，慢慢地啊。73，起床就哼唱啊。74，疲倦该甜，也係講該吹。75，不過就是唔啦，
就摩拉的意思差不多哈。苏拉就手手捧，苏拉就手捧啊，一个一个手捧，客家话讲手捧啊。用手拉歪来啊，用手摸一摸啊，拉歪来。T76震动就停通，震动就停通。T77电分就是天分一定的电分啊。T78天黑团舞，这个舞哎呦 V 舞哦啊，这个就是舞阿妹啊，歌手人这个阿米啊。T79麻雀就是无笔的，罗笔哩歌手强，罗笔嘞哈。T 麻雀哈，那个麻将呢打麻将啊，客家话有咩讲麻雀，麻雀啊，GEO 雀啊，那个王雀是黄雀，怪王真正啊，那个麻雀是鸟的一种鸟啊。80月，80月果然这个果然呢，客家话就讲啊呢啊，端正有样，端正还有样哦哈。T82高玩，客家话就讲黑乱啊。83关注，关风来啊，关注这个曲难啊，关难。84乳房就是嫩骨，就个嫩骨。84茶壶就讲茶杂嘅啊，茶嘅就讲茶杂嘅。日晒头嘅就晒日咧，哦，也是客家语哈，晒日记。T84、86家里就是屋卡有两种写法啊。84锅子就是锅嘅啊，锅记啊。谱是用嘅啥呢？谱罗嘅谱啊，真复杂啊。那个中原词典地图里说的金王口业果肉安的小变成就是螺丝安的哈。88媳妇就是个心口，冇做讲弟媳妇啊，地妇啊，好多话哈。露台心口，冇做个露台心口。T89老师，客家话就讲先生，冇做讲老师。T90蝙蝠啊，一个我笔啊，people way 啊 ，people way， 歌手用 people way 啊，91鼻梁屁股呢，最高嘅地方啊，这个屁股屁股尖啊，冇做峨眉尖啊，鼻梁就峨眉尖啊，一个就是咪猜谜，叫做团亮语是歌手强，做亮语啊。T94西边就西片上，94浑浊哦，客家话就讲浑的水很浑浊，关于浑浊。鲜啊，个农非唔会农有两个字，一个是米农的农啊农。一个是鸟，这两个音都可以读啊。一个酿茶的酿，就是诗篇加上严格的严，酿茶哈，酿茶。一个93，一个95，真的就有样啊。真紧96，做盼就斗亲啊，北村，莫做娘村，
这个人多人养，这很多的意思。97竹马母猪，客家话就讲竹马。98旁边关于客家话就讲身後。第99詩意關於這個是客家話都講叫馬薩，種類很多種類很多，叫馬薩就詩意。第100壁虎，一個就是一個鹽沙味，一個壁虎人當壁嘅當呀，也按照壁虎壁當嘅，按照壁當嘅。所以講壁虎一般嚟講做壁沙味嘅蜈蚣蟲只能鉗嘅，蜈蚣鉗嘅就是講兩邊有一個波泡沫模樣嘅一種鉗嘅當啊係蜈蚣鉗嘅，像烏松蜈蚣蟲一樣。以上一共有26分。好，再請各位鄉親大家看第三段，這個101月份這個月份就日光開假，一個你講日光開假會使死我，有一種嘅講法一個日光開假就會天長。第102還潮州嘅潮就是轉水，按佢做些多歸來，莫做些就大轉水就退回的意思，大轉水，退回就講大轉水。103隨便，講客話就講青菜，水青客家話講水青，裝起104怎樣就樣板。樣嘅，個雖然講樣兒啲怎樣就怎做105賢順就講設備，賢順就講設備設備設馬所以咩就講設馬跳蚤。給鋪子是留給吃，給細嘅拍嘅會咬人嘅給吃，牛角吃，一個再講106叫做什麼東西？喊多，冇得按多，叫調位嘅叫，跟人嘅叫不相同調位叫唔會留木者歸聽，人嘅叫會留木者，意思冇相同那個107只有醬油只有就醬油嘅意思。再看那個只有嘅字呢，有個單位名詞有個一字面線按各位108肩膀就肩頭，要普鄉親講肩頭，南普講肩頭一個肩頭。翅膀佢講一甲107只好講求我都講果不宜講，關於講不得已而怎麼樣。110火柴，那個出來火，反來火，出來火有幾種講法，就柴火個潮叉111裡面就肚裏底肚裏底巴有幾種講法，但是那個高雄呢，那個壽山啊，就是講是財山嘅財山。第25傲慢就講局勢就講局勢是旁田
很骄傲的意思。113端茶就倒茶，倒茶，就冇这个捧茶，双手就讲捧茶啊，捧茶，倒茶就用松树哦，捧茶，倒茶，啊，也冇相同。是背心，俺能做个背心啊，就讲加夹背，加夹背啊，瓜啊，就是蔬瓜蔬菜样上面加啊，加夹背，变那个加夹背，瓜夹背变成加夹背，结巴巴，就像我讲咯，结實，結白虎，結南夫音，結是白虎音啊，116不巧，不巧就是冇拄好，冇拄好，这么巧就按拄好，这么巧这个按拄好，拄好就是最好的意思，拄好啊，拄好同拄好冇相同啊，拄好全部都可以。第7干净就强力，冇这个伶俐、朗俐有2种音，伶是稳妥。118抱歉就讲坏色啊，好多话讲抱歉，好多话讲这个变抱歉，抱歉哈，个抱歉个抱歉抱歉学一个音，抱歉好多音。119更加就是叶子，白虎上前讲叶子啊，瀑布也个水中魂哈，瀑布这个水中魂也好，又美好啊，那个很美就讲很美，讲很美。第121芒果这个反酸呢，反酸呢啊，有几啊种讲法，酸呢有2讲，有几啊种讲法。芒花，国语芒花就沙楂花啊，冇做洋桂花，122龍角水就酒羅粉。菠蘿酒粉有人嚟講嗬，冇都講龍角水粉哦，冇都講啊另外一個鑽糕是掉頭寸的意思，鑽糕這個人能搞東西搞啊，冇辦法喎，在十忙在牛嘅時節啦，就講鑽糕哦，就掉頭寸，書櫃係嚟掉頭寸，123。翻过来就变转了，124摇尾巴就是 fit me，啷个有 fat fin 个 fin 同 fin 有3种音嘛哈，个fit me 的 fit 啊有3枚音，这个 foot fin 同 fin。2、3音。第125无花肉就3层醬，醬一個醬同人個醬嘅醬冇相同哈。一個草字頭嘅親呢，都有種醬，禾味個醬，古書講禾味講薄味 ，BOER 薄味哈，植物物類。126糟糕了，客家話用講壞太爺，古書講壞太爺，閩南方面講多釘嘅，就是糟糕了，這個多釘也好多音，多釘，變成個多釘嘅，多釘嘅，這個糟糕了又講多釘嘅，一個127切菜板這個正標第128水很清，水江鹹
水江咸啊，水文都相反词。129毛毛虫，毛毛虫讲鸟人虫，鸟人虫。啊，蝴蝶呢？有几种讲法，比如讲杨米叶，杨米叶啊，个杨叶白啊，杨叶白用了杨米叶啊，杨叶白啊。第130来不及，来不及，一个客话来讲来唔切，来唔切。第131小婴儿就屙牙喂，屙牙喂，有一个屙牙喂啊，屙牙喂啊，小鹅喂，小鹅是幼童，小鹅喂是幼童。132那打耳光，打耳光就是别嘴角，别嘴角，打耳光叫做别嘴角啊，别嘴角。那个133不理他啊，莫答伊，莫答伊，莫插伊，莫en伊，有几种讲法啊？不理他，莫插伊，莫答伊，莫en伊啊！134萤火虫叫做火焰虫，白虎讲火焰虫啊，火焰虫。一个白虎音焰，南普音焰，白虎音是焰啊，火焰虫是白虎强，南普是萤火虫是火焰虫啊，这虫会叫做虫啊，这虫焰的白虎焰，白虎音焰，南普音。135茄子，茄子客家话讲吊菜叶啊，吊菜叶，吊菜叶。人啊，伊种个签吊菜叶个呢，那龟壳诶，龟壳诶，圆圆细细粒诶。第36橘子，橘子就柑咩啊，柑咩啊，柑米又讲另外有一种海梨，另外有一种通柑，通柑就橘子有3种讲法，但是3个都没相同哦啊。137这么小，安色爷啊，一个安色爷，或者安妮爷啊，安妞爷，有一个也有几种讲法啊。安色爷，安妮爷，安妞爷，安妞爷啊。138追上去就叫。我都讲炒过去，炒过去叫啊，一个是用讲一个是用一下哈。那个139舍不得，盼得，舍不得这个盼得，我都讲三唔得，三唔得。一世人做什么？做乜嘅？做乜嘅？我怎么了？啊，娘诶，娘诶。娘哎，怎么了啊？怎么了？娘哎啊，娘哎，娘哎喏啊，怎么了？娘哎喏啊，170男孩子就谁来也？谁来意啊？男性男美人就结婚，男人男的一般的称呼男美人，男美人就已经结婚了啊，男美人啊。142女孩谁么也谁么也啊，小女儿就谁杂个么也，小女儿谁杂个么也，手机就是谁儿子也，谁儿子也，手机是文土个啊。143甜不辣就葡菜，甜不辣日本话转过来的哈，泡菜被不用钱，南普讲跨地。看地144睡不着，睡唔落觉，睡唔落觉叫饭超啊。那个这个140，抛眉眼，鬼女抛眉眼就来电，大眼怪146跨过去就欠过去147胡来。胡乱来就是讲滥散来，148私房钱就私改
古书讲时改149，一条鱼1米5个一个单位名词条主谓是一盏5个是一条一个注意一个单位名词的加同国语华语是无相同注意单位名词第150流鼻涕客家话就讲流鼻，冇就讲手鼻安那好，大家下已经讲了40分29秒20秒，继续提示团呢继续翻找东西就是变东西，我都讲抄东西，抄写的抄东西152一段时间一百个，我都讲一下子一下位，我都讲一趟153藏起来就是编起来，北部乡镇讲空起来，南部编同空的意思是无相同编是讲人的，空是唔讲人的第54一个坏脾气就坏劈头，坏脾气客家话讲坏劈头155老丈人国语老丈人，那个客家话创人咯提示156下力就腭下巴，都想唔摸个文雅地位，都想唔摸157口水，香港口水的后兰很听话，有10多后兰水很听话的是有10多后兰水以唐人讲话就讲顺后兰158碰运气就杜促花，北部乡镇个文雅就讲杜促花南部乡镇呢就讲杜林促花159母女俩就是两只爱，两只呀，两只阿公，两只阿妈，以上双比为代表对称的关系阿公同孙女强两只阿公阿婆同孙女强两只阿婆同爸爸强两只呀再讲160两个人的两三年161很高兴，就是讲改听欢喜同改好也冇相同大家注意下欢喜改好有意思嘛？第162回娘家就转妹家163也很严重，就是改上当的当是严重的意思，上当对河洛话整过来的改上当改上当当是以顾隐私也是安尼讲啦164看小孩子土生人呢告诉我土人第160放牛羊装牛羊第166锅盖这个剑也客家话都讲剑木盖锅盖一个贵人是盖那个锅做的盖的盖起来叫剑木盖剑盖是平平的剑盖167火熄灭用来讲啦火没有啦唔系英文讲点不亮安尼火熄灭就是讲火无黑的黑另有个 dead pet
也头都讲过有3个字嘛哈。第168发脾气，发起脾气就是讲啊，个鬼突然啊，个突发。169很生气就鬼欠。170带神符啊，符在普高的普啊符，就是带欠声音呢，就是相神求的那个香包腿啊，就讲带欠啊，一个第170一直走啊，一直走，客家话讲坚持行，毛头讲别出行啊，一个人。或者睇到一個台階一下哈，繼續172，年輕人就是後生嘅，啊，年輕的一輩就是後生人，啊，年輕人就是後生嘅，173，這麼巧，好事唔是啊，這麼巧的好事唔是，暗度好，174，這些人，就一個。這些人174就是野食人啊，也鬥人，175靜悄悄就縮點，176的確是就是的確對啊，對的確乜個答對係，的確是就答對係。我的呢又做答對係啊，177正中間啊，正地動，古音字地動啊，正中間的正地動，那個中央的央這個這個有昂到引導速度啊，一個意思冇相同啊哈，昂到。引導速度漸嘅速度，178不可以就做唔得，179非常好，一定好就非常好啊！一個講啊讚滿好，面方面都講讚滿好啊！180在一起就窮下，181唱反調就做對頭。182很嚴格啊，一個就講啊改嚴條，183生意人客家話就講生意人，184就是外面的就老輩嘅，冇到外輩嘅老輩嘅。冇做老輩嘅，咪能夠老輩嘅啊！185給人錢本人搶！186當客人做人客，當客人就做人客。喝喜酒呢？客家話講啊，食酒，喝喜酒講食酒。187如何是好？養格實，190有好事情要騙人唔實，有好事情騙人唔實。191支持不久，唔耐當唔久啊。192一個先學先賣就是。上主得來下主買，一個就是現學現賣，就上主得來下主買，下主買。再貨就是批發的意思哈，193批發來賣就是得來賣，批發來賣就是得來賣。194不可理喻
就是添出，不可理喻，添出哈。一百95破旧不堪，那个落壳啊。196就是中途插嘴，就是逐渐说。197举一反三，客家话就讲光头就低迷。198眼睛闭着，客家话就讲目霎霎。199东挑西选，就是尖突突，嘿，那个尖突到南浦索，尖，北府讲，个尖，南浦讲高一安尖，北府讲高一安尖，尖突同尖突，地方言。200卖风卖傻啊，装疯卖傻，就是揸風夾幾用啊，佢又叫做裝瘋賣傻，就是揸風夾幾用。好，各位鄉親，睇到一團到第四團啊，強用係50分18秒安啦嚇，接下來請大家嚟繼續嚟談第五團啊，2021慢慢地走，就天地行啊，北府鄉親啊，天地行啊，天地第是形容詞，副詞前面是形容詞動詞啊哈，天地行啊，第22光說不練，就是光說不練啊，這最胖是硬啊，一個就強勁講唔做啊，就是最胖是硬做唔到。第23太陽穴就是唔會硬嘅，古書講唔會硬啊啦哈。24聊天就打嘴鼓。25沒有家事哈，就是這個是教師的事，沒有家事啊，冇家冇啊，一個吊吊就鳥少，這個鳥少，水調就水到裡，所以情竇初開，一個都得是水調、吊調也係風調，嘿，值得研究啊哈，206胡說八道，胡說八道哦，也都好客話要講啊，惡弄歪斜，207錯愕就不惡，208差錯，有乜嘅差，有什麼錯就真差，冇真差，女僕鄉親用嚟講好咯，講我睇個談，就是冇坐車吧。冇真差，即個冇坐車話啦，叫做唔曉得講好路嘅人安尼啊哈。所以我哋對語言方面呢，好路學國語外文多多嚟練習啊。209跟吉他做，就是腳奏。210亂七八糟，這個胡七馬家，搞用好路話嘅哈。211亂七八糟就惡爸爸，212成群結隊就是這個亞光大茶啊，成群結隊就亞光大茶。213不但而且就唔單止有道啊，不但而且就翻譯成這個。唔單止有答樣嘅啊，第214反而等於且就點多啊，反而就點多嘅意思啊。這個反正呢，就是不管是反
还正都可以，这个反正都可以啊。反面、正面、发也后也都可以，这个反正。25运气差就水小，客家话个土话水小。26乞丐就是偷食嘞偷食嘞，古书讲偷食哩27不得不，果不以强。28一会儿或者一趟古书讲一趟鱼29天还未亮，天唔前讲，22人没意思，冇答对，没意思就是个冇答对22照相就讲翕相，222厨房就个做下，23不成。没有不成金那个意思唔识讲冇得个那个不成就是唔识做过24掉头寸就是转告225毛雨就是羽毛味26安上就是连港三港六港连港27脖子就僵劲有的人讲好多唔晓得讲个鸭头鸭僵劲用来讲好多鸭头鸭僵劲安尼话鸭头鸭僵劲僵劲唔晓讲都直接讲客，一般好多一般客真神奇。228起乱就杂货229颜色就色神安尼23活该就该死改动231那个芒花就是撒扎花，我做那用桂花。232就点点念的面相，点念暗中想的这个面相。233游手好闲就是两手聊天。234脑袋好，脑子背。各位乡亲，客家人讲脑子背用讲好咯这谈唔得咯脑子背用来讲好咯。以上呢，就第1到第5讲到一共有58分02秒。各位乡亲，接下來講嘅就一個圖，我哋同大家說明一下一個一般嘅家事發展嘅位置對當國就法官。第二個排嘅書記官同一個統一一個家事調查委一個委責嘅樣嘅辦案一個用意就是本大家知道講一法官用法面門求強有做錯嘛？有做錯嘛？一唔係得講好咯嘅，唔係得講懷疑嘅，向前講用來講冇講無就講冇，講無一個意思講沒有的意思啦。但是同一個呢，直接翻譯將無就變成講關於講有，因為從河洛話嚟講伊講你有做菜無？我講冇無關於講無，但是同一個用講一邊講有。即時來聽罪，所以做一個同一的人而精通學一個語言，那麼眼望到人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呢，一個精神語文素質，怎麼影響到人民嘅生命財產安尼？一個第三，一個壁虎華語講壁虎。我哋講叫馬沙，念沙話，
也伫倒哩讲，哎哟，前世无寿，四十八寿的绵羊拖呢穷下喏，那个叫玛莎，这个哎，哒都唔知哦。其实一个分手呢，要同杨桂花，一个芒花，沙茶花，有杨桂花，安尼吼。一个泡泡子，泡泡子呢，一般关于个泡泡子，你部分都是通。啊，面呢方面讲对面糊，啊，你三拿方面讲啊炖南糊，安尼吼。所以有人讲火炉花来讲，对面乌，安尼话，客语火炉花，对面糊用火炉花讲对面乌，安尼话，乜人听得出来？哦，钓蛤蟆的哈，落线唔得，就是没有办法一杆进洞，一杆进洞啊，他家己想一个。课头一个暗色诗篇都改啊，都暗angab 哈，暗色头哦，啲嘅暗色头哦，咁一个ที่有数篇嘅呢，口述哦，口述就口述，嗱你客家话讲口述是人故事，那个口述安尼个哈，个快读这个。唔知好多人啊，你大家笑，唔知好多就用石头刻粉上啊嚟，哦，木头是压太石头，压太石头，一个刻就是用石头嚟打头呐，压呢石头木桶，头那桶，搞系安尼。好，再看第六个，第七个。客家白话语文的文化研究呢，一共16课，哈，有16课，请大家个了解一下，啊，今明是讲个天语课嘞，啊，天语课诶，另外呢，还有客家商业绘画，一共有16课，已经陆续，播出本大家知得嘞，哈，另外还有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呢，一个研究。有初摆晒也维系乐定，一共100篇啊，非常的感谢一个台南大学嘅一个博士生李文焕先生，一个对录音整理嚟叠埋在 YouTube 嗰只嘅嚇，提供描述，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一个好好嘅嚟研究客家语文。另外呢，这个大陆嘅一个。一个客家风情山呢，也是时常将我嘅文章订啊，也是大陆哈，也有一个我嘅用繁文体，应该卷子将我嘅文章要完全用 PDF 档啊，冇改嘅，第二把水档个安哈，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化嘅研究呢，是在2012年啊，也9月15日定出嚟嘅哈，也陆续在。一个客家白话语文版呢，一个时尚，最后都能搞一个文法，一个客家有文法，实在一个从英文也有文法喎，所以各位乡亲大家注意到哈。以上是望大家感谢嘅，已經用1點鐘空3秒，1點鐘空3分，以上感謝大家，咱去聊，謝謝。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